中山90%以上屋呢都係唔可以買㗎，買咗之後呢肯定後悔莫及㗎。仲有好多樓盤嘅話已經危危乎㗎，唔想中伏嘅話一定要睇落去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Johnson。咁首先可以講一下唔可以掂嘅5大鎮區先。第一位嘅話呢，肯定係三角鎮啦。記住自己靠近廣州南沙，號稱廣州後花園，呃咗好多廣州打工一族過嚟呢邊買樓，結果呢配套兌現唔到，生活環境呢亦都係好一般，仲有一陣刺鼻嘅味道。前2年中咗伏嘅業主呢，到依家都未走到出嚟啊，陰公。第二位嘅話呢，就大通啦。大通鎮嘅話，以前係以一個紅木同埋服裝業為主嘅，之前啲環保呢已經係出咗好大問題㗎，意味住居住環境呢肯定係唔得㗎啦，亦都有一大批業主中咗伏走佬啦。第三位呢，就係菠蘿之鄉啦，大家知唔知道係邊度呢？就係路邊都有大把菠蘿賣嘅地方，呢個地方呢就神灣啦。呢個地方之前賣緊11000、12000多嘅價錢，依家7000零8000蚊都有交易。環境方面嘅話呢就冇乜問題，依山傍水，畢竟嗰邊嘅話都係以農業為主嘅，周邊嘅配套呢真係欠缺啊。之前因為距離港珠比較近呢，好多香港嘅街坊過嚟呢邊買咗呢個位置嘅。咁如果係中意啲依山傍水嘅環境呢，都係冇咩問題，養老度假呢都可以嘅。小區門口呢亦都有直通香港澳門嘅巴士嘅。第4位呢就板湖鎮啦，夢想係美好嘅，想打造第2個中山嘅板山湖啊！你要記住呢個係諗法啫，諗諗咧就可以啦。人口嘅話上唔到去，商業配套嘅話呢肯定係一般般㗎，所以嘅話都係唔可以掂啊呢啲樓盤。第5位嘅話呢就黃埔啦，以屯圍運頭為主嘅，環境可以好得到去邊啦，係咪先？唔好講話生活配套，高峰期嗰陣13000，依家嘅話6000零蚊啊，都係唔可以掂啊。第6位呢就民眾鎮啦，呢個靠畫餅嘅鎮區啊，一個叫做深中合作區，承接咗深圳過嚟啲低端產業。結果呢真係飽晒啦！你哋有冇發覺呢？我上邊講呢啲區域啊，都係一啲中山嘅邊緣區域嚟嘅，所以嘅話呢，能夠避免中伏呢，肯定係避免中伏啦。咁各位街坊，接落嚟呢，我會講啲比較好嘅樓盤啦。第一位嘅話呢，就火炬開發區啦。一開始深中通道犀利嗰陣時賣緊2萬幾蚊，依家風口過去咗啦，亦都叫做回歸一個正常嘅價錢啦，1萬蚊左右一方呢都可以交易噶啦。咁火炬呢邊嘅話，其實係好多樓盤嘅。但係呢，我個人比較推薦嘅話呢，就係太陽城板塊。畢竟太陽城板塊依家嗰邊嘅話，配套交通啊、商業啊、醫療啊都係比較完善嘅嚇。第2位嘅話呢，就坦洲啦，佢係比較近珠海嘅，亦都係最多香港、澳門同胞比較中意一個區域嚟㗎。咁之前嘅話賣緊18000到2萬嘅價錢，我叫佢哋唔好去買。依家啲價錢嘅話呢，都係9000零到1萬蚊一個方島，我認為呢都可以係考慮一下㗎。畢竟坦洲呢邊啲商業配套呢，都可以嘅，可以享受到自身嘅配套之餘啊，都可以過去珠海嗰邊，都係20零分鐘到嘅車程啊。咁嗰邊嘅話呢，環境都可以嘅，特別係中澳吞城同埋國際花城啊。咁商業嘅話呢，可以支撐到日常嘅生活。如果你想去啲大型嘅商業呢，亦都係好方便嘅。第3位呢，就係石岐啦，中山石岐係一個比較多本地人居住嘅地方嚟嘅，人口呢係比較密集，亦都係我哋所中意嘅4.0碳蚊比較多一個區域啊。正所謂有人口嘅支撐，無論係商業配套定係醫療配套，都係比較優越嘅。咁講到石岐呢，我真係忍唔住要講一下香山餸啦。實用率去到120%，即係話你買間117方嘅戶型啊，實用率去到差唔多140方嘅。第4位嘅話呢，就三鄉啦，亦都係爭議比較多一個區域嚟㗎。老實講，以前賣緊1萬幾嘅一方呢，都好多人去買嘅。一個樓盤一座城，咁商業配套呢，亦都可以滿足到各位街坊嘅日常。依家嘅話6000到8000蚊呢一方呢就可以上車㗎，你有咩理由唔心動去睇睇佢啦？係咪先？呢度啊，號稱一個小港澳，每10個人當中呢就有5個係港澳同胞啦。環境嘅話呢就青山綠水啊。咁講到嚟呢度啊，不得不講一下一個樓盤啊，華發觀山水啊，係上年嘅話中山全年度嘅招換盤嚟㗎，華發觀山水啊。咁佢嘅話入邊啲商業配套各方面都係冇問題嘅。好啦，各位街坊，今日嘅節目呢就講到嚟呢度啦，我係 Johnson，下一期我哋再見。